好來繼續來到屏東的恆春，這個月20號有一個40外歲糞掃車的隨車人員，在收糞掃的半路啊，不明原因突然間為糞掃車頂摔落去，傷到頭殼，家屬最後是忍痛把呼吸管提掉，留下3個也未成年的囡仔。啊，意外發生了後，外界嘛質疑這個安全措施做了無好勢。騎佇糞掃車後頭的隨車警員，一手抓手把，一手換頂懸的欄杆，對車輛喊來喊去。無偌久，伊技術是無力，腳離開大幫，手全放開。尾笑規個人當下落塗骹，袂頂袂當。是因為下車上車下車上車這樣的幫忙太熱了，才會發生今天這個憾事。老婆要帶着3個很小的小朋友，最小的是小5而已。代志當發生佇頂禮拜日，屏東的恆春鎮。40外歲姓謝男子執行糞掃收運作業，唔知先怎摔落車路中，因為當傷轉移，結果狀況無樂觀。3天後，家屬忍痛陪講，留下3個未成年的囝兒。是講早到2015年，恆春鎮姚隊員因為同款的狀況不幸歸往，家屬質疑安全防護網做了無好。以一般的糞掃車來講，隊員為了家己的安全，攏會遵照標準作業程序進行作業。看一下有沒有。好，來出發。看見無問題，車才會當駛行。司機緊急剎車的時候，後面的同仁會很危險，我們就是加裝了防墜落裝置。除了每一個動作要確實，基本上車的後邊也有防墜落的措施，保障隊員的安全。是講來看當事車輛，4個位啊攏無欄杆，若放手人就會摔落來。清運垃圾子車呢，愛把迄個護欄貼起來，若有護欄底下會影響到操作。如果安全帶沒有一切影響它的操作，我們就會再加裝安全帶。該負責任的部分呢，就愛來做負責任。完整的家庭就安尼來破碎。即賣除了愛調查事故的原因，守護隊員的安全措施也愛做好確實，才會當避免悲劇擱再發生。